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来台湾话内底形容词真济，有咸就有正，有宽就有矮，啊若有长就有短。毋过讲到这2字长甲短的比较，来形容词的用途无共款哦。国情招你互相来探讨一下。那长甲短这2字夹做伙讲，国情啊，你出去毋通甲人有长短。这个长短就是大范围的表达。有当阵啊是咱较有占理，有当阵啊是咱短人的理，安尼就叫做有长短。有当着啊长，有当着啊短，咱夹做伙讲。毋则过去有一句俗语话，咱嘛定定咧听，讲毋通抱啊到讲话，一男一女2个身体拢有了啊较不便，2个甲夹做伙亲情讲会成，毋通抱安那大话头。讲安怎样呢？讲咱踮遮3人共5目，日后无长短卡话。对啦，这个详细的故事国情毋免阁加介绍，相信真侪老辈拢会讲互会员的听。毋过踮遮伫咧表达，就是讲一句长短卡话。到落尾毋是咧讲亲情，大家伫咧敲切代志嘛共款。咱会打一句讲，咱日后毋通有长短卡话哦，就是讲毋通有长短话啦。啊，即句卡长短卡的卡，就是对俗语话内底另外产生出来。因为其中迄个查甫的，咱咧讲来讲，身体都有较不便利。啊，讲一句长短卡话，这是明确伫咧讲大范围的形容词，有当着啊长，有当着啊短。毋过吼，共这2字甲拆开，长甲短分开的时阵，伊就是咧讲明确的代表，毋是咧讲大范围的解说哦。你想讲吼，真侪有诶，讲我遮吼长短肌拢有啦，意思讲吼家私传真济啦。嘛有人讲吼长枪短棍拢有啦，要输赢无要紧啦。啊，当然，毋是讲真正讲长枪什物款形体，短棍什物款形体。你想讲坐米棍，有当阵啊比枪较长的，原来有呢。毋则讲你若详细要比拼长甲短，这2字咱就爱拆开讲。来国情，搁再举一个例，讲国情啊吼，顶个月吼有较困难，敲电话甲你调钱，甲你调一个3000块，结果来到这个月15，啥物总无讲吼，搁甲你联络啦，讲吼我即马吼。临时要去甲你借一个5000的啦，到甲昨赶紧去甲你讲，我即摆搁欠一条1万的呢。吼，但你虽然讲进入度量，毋过吼国情安尼再三再四伫咧拜托，总是代志要敲切啊。毋则讲另外一句成语，台湾话咧讲的，就是讲来国情啊，你甲我吊3、4摆，咱长少爱短会，这都毋是大范围的形容词哦，这就明确一遍搁一遍安尼连接起来，这就是长少。一遍到一遍的时候，咱短短啊，甲回复清楚。长少无要紧，咱短短简单回复清楚。点伫即句话内底，长甲短互相伫咧对比，就明拄明哦。毋则咱另外一句话咧讲掠长补短，即个长甲短形容词，咱伫遮互相咧比较，咱一个听就知影讲，精差伫倒位啦。